台北市環保局5月15就要來推出社區鳥鼠類淨防服務，出動這專業的淨防師行入社區，主動來巡檢這建築環境，找到鳥鼠出入的路線。這環保局是講社區有鳥鼠出入的這個狀況呢，其實無憑菜市啊，也是講做餐廳的這場數較少，所以希望講會當透過專業的診斷，替這民眾來解決鳥鼠生團的問題。老鼠可能會透過這上面。有沒有看到這上面電線一樣是乾淨的？鳥鼠類淨防師入壁架詳細檢查電線周圍，就是要找到鳥鼠夾過分者。台北市推出社區鳥鼠類淨防服務，透過專業的鳥鼠淨防師夾入社區，針對建築甲死苦練等的環境做全面的檢查，包括鳥鼠腳趾加痕，嘛會透過無共鳥鼠的類型，比如講水溝鼠、厝頂鼠等等，甲可能有鳥鼠出入的路線，為源頭找出問題。好，所以這3種老鼠它的特性都不太一樣。那我們透過一些居住的環境啊、吃的習性啊，然後這些狀態，然後來發現它，然後去找到它的一個重機，然後去協助民眾去對付它的一個狀態。台北市這擺生活行動，都是因為過去攏靠市民通報會較被動，鳥鼠出入的熱區，若無人通報問題，就真好發現。環保局長嘛講，徛個厝鳥鼠出入的狀況，其實並無菜市啊、食市場數少，所以希望透過加入社區，用專業的診斷，替民眾解決鳥鼠的問題。找到這個老鼠活動的熱點，以及通過各種社區裡面的孔洞，協助他們找到看是不是會進入家戶的一個通道等等。甚至對於家戶裡面的食物源頭管理，以及堆積雜物等等，都會是我們這次診斷的主要目標。那社區鳥鼠類淨防服務，環保局講話為5月15開始正式啟動。台北市的社區管理委員會通透過官方網站申請這項服務，透過專業的巡檢甲後續改善，一步一腳印減少社區鳥鼠的問題，提升整體環境品質，嘛讓民眾愈安心。記者高金陽、志剛台北報道。